你有冇試過對一件事嘅判斷總係猶豫不決？TimeWaver Home 嘅 test 測試模組會透過量子共振分析，就你關注嘅事情測出你所需要嘅方向或事情發生走向嘅滿意度。呢個能量頻率調頻過程會幫你確立焦點，清除雜訊，同時強化你嘅注意力，令你嘅判斷更清晰同埋堅定。當你嘅頻率較準，答案自然出現，目的地就喺眼前，立即預約體驗。